无先食一规喙啊好啊。好甜呢。我莫搁对调调啊啦！哦，你是要创啊？你真正足奇怪的咧！啊，连调调是要创啊啦！什么阮就奇怪，阮来这主要就是要提保重啊，而且阮那是要奇怪啦，阮是有名的好不好？哦，什么名啦？来，小朋友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民湖长杯啊。啊，自我介绍，你是齐小温，小温，我是陈文勇，我是王祖安，我是林一勇。好，阮准备好啊，保重，你准备好等一未？下啦哎，对。啊哎，洪小姐，啊，我今日交代你做的代志，啊，敢做煞？等下，我今仔真了搁无闲，我搁吼，搁吃简单就好啊。等，不是啦，洪小姐，啊你一下做事，一下食饭，你根本都无好啊食饭。我跟你讲，这天气这么热吼，你有可能会食物中毒啦，迄物较看看呸！什么食物中毒？你一来就搞阮迄个专员拍切水，哦嘴，哎，这无欢迎你，来问伫遐，来这边，你先坐，阮四位小朋友是无想要走，我是不爱走的啦。对，我无懂。洪小姐你了，救好笑！翻白啦，我老唱歌呢，你去提药者啦。继续救！我无懂。我跟你讲啦，来，你较细，小朋友较乖。洪小姐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变安尼啦？我感觉我有可能是因为我早顿留到下晡才食的款。你这半天透早的，你即马较食？我都想无闲啊。想无闲啊？无闲安尼哦。天气这么热，你唔惊靠伫外口安尼有细菌，即马食落去，应该是食物中毒这可能啦。真正爱上病院哦。是啊。有当时啊物件食无了，要安怎处理较好？无食完的物件会使放到冰箱。放咧冰箱，讲了真有道理。迄物件若是食袂了，啊，放咧冰箱，啊，要食的时阵再烫好烧啦。啊，佫有啥物方法？嘿，淡掉。啊，就倒掉啊。做喷。热喷，对啊。你即马手是安怎？你有搞袂记住啊？你就一直提烧，我要死去安尼。啊，对，伊送伊去医院。好，安我先送伊去，啊，你先家己无闲。我行。小朋友来，叫，袂用，你袂用去病院啦。我袂去。是啦，我跟你讲啦，阮四位小朋友来这就是要提保重的，啊，你若是去病院，阮是要怎算游戏，无你叫白大黑去啦。已经去啊。是啊。好啦，白大黑，你先甲洪小姐顾好哦。是啦。看好啦。而且阮四位小朋友人拢已经来啊，保重嘛是爱提一个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主要是吼，伊安尼身体状况无好，去医生看看，我嘛较安心啦。好。要投保重是毋是？是。但是你敢有准备好？有啦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卡。做火球进步，四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竹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哦，竹仔来咯，声母来咯。主安，你即摆心情啥款呢？足紧张的。足紧张的哦，哇，紧张有法度遮大声，应该是嘛无足紧张的啦。紧张的时阵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，互你家己较放轻松落来？算魔术干魔术家。看卖我遮有哦，哇！今年考一个魔术家啊，所以你排行算。来，咱人就是需要一个目标，我家己放喺第10格，好，来放一下。叫伊去摕。你若是行到迄格的时阵，迄个魔术家啊，就是你的啊！哇！我若是无行着咧。嘛是你的，因为迄就是你的。啊，不过咱有一个目标伫头前，你会感觉讲哇，有一股动力，对不对？
对，有较轻松啊无？有。哇，希望是真正有。好好，啊，恁惊5家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惊10家，通啊摕2块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来，好起啦！哦，那边。好，到底去倒哎，位？你在里啊？哇哎，哇，两包你这2步那这准来1、2 S 有啥物字？倒数哦哎，。树林哦，什么意思？树林，好，对啊。好来，好起大啦！家稍微收哦。进，哎，一步。K 是歌，歌啥物字？秋瓜，要唱啥物歌？第几条？啊，是我唱的呀。对。相亲呐！走出出来啊！你的记啊，加1块大片哦，爱讲对了无？进，红色的。哎呦啊！反正 bonus 无去啊，K 是歌，有啥物字？挂菜鸡，挂菜鸡，嘿啦，挂菜鸡啦，就听恁队长的会用好的起啦！哎，大家做位收哦哈。加油！进，叫我一挂，进我一挂，进我一挂，花嘞，进，花进我一挂。金嘛，金2、3来个只。G 是歌，有啥物字？歌，台语，哥，唱歌，台语，现在我来讲另外一句，台语，对。来，好起啦！他过等我哦。会行，袂当我会行。哎，赶快是歌。歌，S，诗个有啥物字？足侪字。受伤哦。戏水，你讲啥？戏水，色水啊，吸水，色水啊，色水色色水对。G 是歌，歌。危险，危险，哎，伊即摆大部分人拢危险，其实是危险，有一个歌的音，危险，做伙念一下，危险，真好，搁有无？搁有你做搞，嘿啦，你若是搁行几步，就是搁较高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一片6家行6家，一片尔，来，请下面提，你睇，系拢系样诶。我是画眉的。好，你，哎，你若是有尽力，让好。要提啥？虽然你有互伊行一个3分的。会哦，拢系样诶，快要到了。好，OK。头先你若是无迄个3分的，因就无半地啊。系啊，后一关尽量讲，莫惊好唔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有话做你讲，四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两个海贼，就有一摆做怪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着。小姐，我命顶花。小姐，好，有要紧无？有要紧啊！哎，恁创啊这大声啊？唔是啦，我若想讲即马人破病甲伊刺激一个哦，啊。个刺激者。是啊。哎，你有较好无啦？有啦。咱即摆已经来到第3关啊咧。第二关啦。第2关。你来就坐，来，你头都目惊掉啦！坐啦，你坐一你啦。嘛狂听去啊！甲我混印来。等来，有等来无？好，即摆第2关哦，咱袂使搁闹啊。拢总有4关。啊，伊若是过2关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啊4关2地。哦，安尼。咱是希望哦，因弹袂着，嘛无机会表现，咱就通啊秀起来，对，好不好？就照咱讲安尼，无问题。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，敢弹会着咧？大妹，我们这有啥物数哦？草、七、嘿嘿，汤、西瓜就胖，啊，
香。哎呦，分用敢若食做是感觉。告示内底花就芳的。告示内底花就香，后一位。见着一个啊！来。哦。哦，要开始啊吼！一个竞彩针对我来啊！警察就专心在做事。专门增加。警察就专心，警察就专心的做工课，对，做工这诚心的啊！做工课。好，对啦。多谢，后一位嘿，大家表现得足好的哦吼。无要放水啊，这绝对互伊困难的。好，来就拼出来，你看，我就看你变怎样。有个啥？右手。右手。好，拍袂着。拍袂着咯，哈时间哈。未到咯。你想看妈要怎讲啊？时间春分了，时间要到了，搁拍袂着。阿阳啊！哎呀啊！啊！又个破。阿爸阿母的约会，互阮破坏。啊，你对啦。时间春40秒。敢有可能呢？陈面的哦。好，停。阿温，你陈，哎呦，带去哦，你去哦。好，开始哦。停。out。啊！下你话一。哇！有机会哦。你จิ้一个。傻笑。 拍袂着。 1。哇！时间到啊！时间到。咱头先有弹到的是约甲破，还是破？约会是甲花岗用破。哦，第约会的时阵甲花杆用破。伊是去故宫哦。每当去故宫约会啊，安尼拢买足贵，迄足你贵。票开150，啊，毋过你可能要开150万。破仔。哦，搁有无？破坏别人的约会是我的专门。哈？哎，你来。哦，搁有啊，讲我去约会时阵，互到加一个破伤风。破伤风。你有够衰啦！好啦，约会时阵爱较注意。啊，较犀利的。犀利的。咱来看卖啊，因得了3分，摕一块大片来，请摕。什么去摕？第2关嘛。水啦，秀起来，秀起来啊！第2关。让会用的哦，拍大头让会用比黑。好来吃。即马2关2块大片，好。真正较拼的。哦，主安有表现出忧愁的感觉，所以你要尽量讲，好不好？好。上尾关啦，真正是上拼的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。Just do it！ 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你若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哦，Just do it！ 我每一届拢足期待通算这个游戏的，是安怎？因为特别困难。我感觉你真正用啊足困难。哎，我嘛感觉。即马第1位同学小温，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时间有咧做啥物运动？拍篮球。拍篮球。恁学校即马敢有搁咧做体操？有。因为咱即马要考验的就是动作。动作。嘿嘿。啊，要安怎摕大片咧？就是咱超过5分，就是1块大片。啊，若来到10分，就是2块大片。动作哦，啊，那咪动作题是安怎，你知无？咱洪小静，伊会讲一个动作，你就要做出一个动作。好。动作题，请开始。第1个是哭落去，春正卡，春正卡，甲歹手举起来。左手。歹手是倒位啊？要想看卖无？
拢是水的，无歹。干掉嘞！对啊！而且伊即马动作都无变哦。啊，我跳嘛了，我跳。我想讲，当我解水了，伊较搁徛起来。好，安尼，互你解释一下。咱的歹手就是咱的倒手哦，倒手就是吼咱较罕咧用的手，啊，若是无名指，咱就会使讲是歹仔，安尼知影无？哎呦，有机会啊厉害哦，摕到分数啊！即马互你来检看，你要倒一空。好，先算哦。分数有5分，4分、3分，还佫1分，倒一空。这几康，哎呦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看头前。Just do it！ 欠落。几分？4分啦，结果呢？抢棍。袂歹呢，已经摕到4分啊，即马剩6分，就会当摕到2块大皮了。我加油，我拜托你。好，你对你家己有了解无？有。有哦。所以咱这题要考的是人体，到底人体题目是啥物咧？听看觅。详细听哦，人伫咧困的时阵，啥物感官无反应？无反应。你想看嘛？你咧困的时阵，倒一个所在是无反应。啊，是你要先困，喙，喙这个味觉，味觉，味觉对啊，心对。人伫咧困的时阵，啥物感官无反应？无反应。你想看嘛？你咧困的时阵，倒一个所在是无反应。啊，是你要先困，喙，喙这个味觉，味觉，味觉对啊，心对。哇！对呢，到底是啥物咧？答案就是鼻觉，因为人咧困的时阵吼，这个上界敏感的就是听觉，搁再来是触觉，搁再来是视觉，上界无反应的就是鼻觉。所以咧，花仔的时阵啊，伫咧弹咧吼的时阵，咱的听觉是上界敏感的，上界无敏感的就是鼻觉。歹势啦，无对啊，无法度摕到分数。啊，有一位小朋友，啊，这位，来，叶勇，你的数学敢唔好？普通。普通啦，安尼注意听就有机会，好不？对。好，听清楚哦，来数学。船长加小鱼3岁，啊，小鱼减美美队长4岁，请问谁是内底上老的？啊，应该是船长。船长，看起来较老。伊无要算啊，用看。为什么你是选船长？伊可能真正是看我的造型，看起来敢做老。好，不要紧，船长，对啊，是唔对？哇！这样是吗？什么人较老？咱由咱的洪小晴来解说一下。船长吼加这小鱼3岁嘛，美美队长呢，搁加这小鱼4岁，所以吼算起来就是咱的美美队长较老哦。继续加油啊，无法度啊！啊，这发条就无用到啊，咱就后一位哦。这位，来，快紧，来。好。你平常时有写作文，还是介意美术哦？这方面的物件？无。无要紧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恁的头脑拢非常的精光。来，请。详细听，毛仔煲放炮，约一句热起来话。你敢知影什么是会起来话？就是像像歇后语，啊有较趣味的，啊你往这个方面去想，莫想严肃，较轻松的方向。差死人。差西人。对，对。总算是对啊，为什么咧？真正总算是啊，因为呢，毛仔煲拢是带死人往生者，所以你伫遐放炮啊，当然嘛是吵死人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就是安尼啦，你有分数啊，来，请进。今日一空你介意？哦，3号啊。这康。哎呀，确定。确定。
无要换，来 ，just do it！ 美文，冷风。好。你是不到这无要为什么要伫咧喷？安尼较好个。我嘛惊一条咧。对啊，我卡一条，足大条，虽然嘛是凉凉啊。哇，好啦，咱即摆甲加起来，第一个发条4分， 4分，甲上尾这个发条2分， 2分拢总得到6分，通啊摕一块大片来，请摕。好，升级最大题。那你该做几个？干嘛？来，那你要坑台哦。哦，主管笑嗨嗨哦。加在佫摕到一块啦。好，会用来遮。好，来1、2、3块大片尔。对啊，你摕到宝藏的机会，敢若无遮悬的，啊，毋过哪会知咧？紧来教。哇！你甲看这大片的数字是几块？ 3个。伊上起码最后嘛是有甲拼出来。对啊，这个运气啊，无一定3个嘛是会对吧？嘛是会丢。你有想要换位刷位无？有。来，请刷。好，像。好，你算买用啊，好。然后一个在中间就好了。我给你塞来，好，要不要坑到？什么意思？哈？好安尼哦。好，好。啊，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，好，安尼。刚刚呢？对啊。不要啦，高别啦。很危险。好，手甲放起。到底敢若摕到3块大片的小朋友，敢摕到宝藏嘞？请背。哇，这大来。更较快些。无法度。但我过头啊，来。无着边，你若是搁较大力的，反正会过来遮，较轻的就会着啊。来，这对。但是这一切拢正歹讲，有阮特有的金箍箍送互恁。多谢。恭喜！今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呢？足紧张的。足紧张啊！啊，毋过愈后壁敢有较放轻松？有啊。文勇你讲无啊？啊是愈来愈紧张。普通哦。啊，小文你咧？参与落来就欢喜。欢喜哦。啊，叶勇你咧？就欢乐。就快乐。就快乐。哦，希望恁继续练习，继续拍拼，后一抓再过来挑战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高一。